各位老师请坐啊。好，请允许我再用大家几分钟时间啊。第一个呢，首先得自我介绍一下，因为暴怒杀出的程咬金来，突然冒一个人出来。那我呢，默写呢姓陈，尔东陈，太阳的阳，陈阳。我是院长的学生。今天下午呢，我们邓老先生的课呢，我脸皮厚一点，就出来做个主持，也只是上来引导一下而已，我实在没有什么资格站在这个上面啊。另外一个呢，就是我看到温主席，我就想起有一次，我们在一起学习的时候，温主席带着我们一起跳舞，就跳了几个圈。完了，我们这些年轻人还腿抬不起，但是我们温主席跳起像个小燕子一样，真的，我感觉就是，我们年轻人都要向温主席学习，要有健康的身体。我们古时候说什么秀才不出门，但是可知天下事，是他掌上乾坤，是不是？28个星宿全在咱们手上，你说要是咱们手上有毛病，是不是这个天下的事儿我们就可能难得知道一二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希望大家回去要是经常练练这个七巧手，那就更好了啊。好，今天下午呢，给咱们来上课的这位邓老先生，我是一个应该说我是故意去求见这位老先生，我才得以见到他的。是几年以前，我刚好在学这个《道德经》的时候，我当时跟姚景老师有一面之缘，我就跟姚景老师说，我说您知道在湖南乃至在全国这个道德经道家这一块，哪位老先生是特别的有造诣？您给我介绍介绍，我去拜见他。这个姚景当时就跟我说，要说在湖南的话，说道家文化，有一位老先生你一定要去拜见。我说是哪位？他说邓新义，邓老先生。我说那我就当天就是那一下，就下午2点多钟，我就绑架他，就直接带我到这个湖南省道骨国学院。当时就去拜见了我们的邓老先生。邓老先生当时正在睡觉，非常的慈悲啊，知道我们来了马上就起床，也没有讲很多，但是一句话让我终身受益。他说您过来是过来听我讲《道德经》。哎呦，我说我没资格，我只是特别想亲近像您这样的老人家。他说你知道《道德经》整本就讲有和无啊，把这个道理想清楚。他说你知道牛顿坐在树下面，那个苹果打下来就砸动他的头，很多人都被苹果砸过，但只有牛顿从这个里面发现了一个无，所以他知道了万有引力定律。他说万事万物有只是它的相，你能不能在这个有里面去发现无才能够被你所用。哇，我一听我觉得特别受用，因为我是搞企业的呀。然后回来之后我就开始用这一点，用的特别的不亦乐乎，而且真的是受益匪浅啊。所以呢，今天我能够为我们的邓老先生来做这么一个主持，我感到是3生的荣幸啊，应该是10生荣幸。那么我不占用大家宝贵的时间，肯定大家都特别的期望能听到我们老先生跟我们分享这个《老子》这本书的这个教学的一些指导啊，我们如何把这本书讲好，它的精髓在哪里啊？这个相信大家都特别迫切的想听到。那咱们邓老先生呢是湖南省中华文化学院的客座教授，同时也是咱们湖南省这个道骨国学院的常务副院长。他从事教学工作有40多年了，有非常丰富的这个教学经验，对这个咱们中华文化经典有非常深入的一个研究。所以而且不仅仅他有丰富的这个教学经验，同时他还具有很强的这样一个经典师资培训的能力。相信呢，今天的我们除了我们院长上午给咱们讲政策啊，那么专业技术上面的东西呢，请我们邓老爷子给我们讲第1堂课呢，这个绝对也是安排的这个用心良苦的，希望大家能够打起精神来，下午一定有收获。下面就请大家以热烈的掌声，请出我们的邓新义邓老先生。
来自全国各地的新老朋友，我在我们这几十个人里边，我发现一些熟悉的面孔，那是我们老朋友了，还有一些新朋友。欢迎大家来到这儿，让我有一个机会，我要感恩你们。到这儿讲，你说是好讲，是实在不好讲的，他的压力比你听的还大，是吧？你说这个老先生他会说吧？哎呦，他也不过如此。那他说的不好，这个就教书的有一个职业道德。误人子弟是男盗女娼，这个是很大的压力。我呢，在座也有几位和我年龄差不多的老先生啊，相对来说比大家呢年长一点，多吃了点饭，但是这个肚子里装的米饭多了，那学问恐怕就装的少了。特别是对于这个传统文化，我们小时候，我这7、8岁，这个大陆啊就解放了。小时候，因为家庭的原因嘛，也接触到过一个私塾，让你去混一下，那小朋友去看一看，所以对国学的功底也是不深的。不过学的是中文。学中文嘛，这个就有一点基础，然后不断的教书，教也教中文，那么就熟悉一些东西，但是从这个国学这个角度去学去研究，功夫很浅。退休以后啊，这个10来年呢，是刘院长是说，他也是这个。抓了黄牛做马骑，说你退休了吧，就来做事吧，做你自己能够做的，不会做就学，所以就这样来了。这个10来年就搞一些传统文化。那特别的感恩的呢是，温大姐，大家知道吗？她70多岁了，她这一辈子受益于传统文化。他有家教渊源，他父亲教他们就是说从这一个逃难去香港，然后自己在那里立足，靠的就是一种传统文化，靠做人。然后他做人成功，晚年了他想自己这个体会这些个好处，